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不像是接受报答，不过是件小事，也不太好。不客气，也不太好。你怎么过来了？给你熬了汤。还有事吗？没有。没了？没了，那我走了。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说什么？汇报下你今天的行踪，都见了什么人7点起床，然后洗漱吃早饭，跑步之后，整理了稿子，中午吃了饭，下午差不多就这些吧。你难道就没有遇到一些让你感到好奇，或者说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吗？没有啊。出去吧，出去。不过有件事特别奇怪。这个事呢，就是有一个冤大头老板买下了我妈妈的店铺。冤大头老板？哦。很冤吗？超级冤。该不会是你吧？你懂什么？我只是觉得那条街位置不错，现在地铁、商铺都在建，未来造成一条商业街应该也不错。怎么，你妈妈店也在那儿吗？原来你今天跟我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是在暗示我这个呀？谢谢你啦，尹老板。我要喝汤。钱？喂我。这里吃饭。你现在可是已婚男士，要是让别人看到我们两个单独吃饭，会给你招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这家餐厅呢，相对比较隐秘，所以我就约到这儿了。点单吧。西西，你来了。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这次是请你原谅我，我错了。当初跟你分手的时候，真是我逼不得已。我是真的很爱你。可当时我只是一个小职员，没车没房，我不想拖累你。那现在你有车有房了？你可以继续对我，毕竟之前都是我犯的错。你对我有怨气，我可以理解。西西，我真的好想你。你呢？我当然也会想。想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！我知道这不是你的真实想法。你看你这些日子都瘦了。对，我是瘦了，而且我瘦呢，确实呢也是因为尹思辰，因为他实在是太优秀了。我跟这样子的人站在一起，我特别有压力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尹思辰，他精致的五官，如刀刻般俊朗的侧脸，他简直就是大师级雕塑的最佳范本。更不要说他的身材，连模特看了都会自惭形秽。你有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号？行走的少女梦。在我见到她本人之后，我才发现这个称号简直对她就是莫大的侮辱。她何止是少女的梦啊，她简直就是所有活着的女性生物的梦。其实啊，我在遇到尹思辰之前，我一直都觉得偶像剧简直好狗血啊。但和他生活在一起之后，我才发现，原来偶像剧已经很克制了。清晨，他会用一个深情的吻把我叫醒，然后公主抱我到餐厅。我先去趟洗手间。吃到的第一口食物是他亲手做的蛋糕，
在他上班前，他会不停地跟我吻合，直到司机催了无数遍之后，他才恋恋不舍地跟我疯狂。每晚我们都会相拥入睡。现在你知道了吧？既然知道了，就不要再来找我了，弄得大家都非常的难堪。谢谢。西西，为什么约在这儿？这里人少，你也不想在北拍了吧？说吧，什么条件200万，不过分吧？只要你给我200万，我就不会把你的照片发出去。所以说，你昨天把我约到那里，还特意照了照片，就是为了想要找我勒索200万？不然呢？你不会真的自作多情的以为我还对你余情未了吧？是你自作多情。你不答应，顾西西，你是想让我把照片发出去吗？随便你，想发就去发啊。我先走了。包里放了什么？你还给我！录音了。没有。顾西西，你把录音笔给我。事实动我女人的代价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刚刚上哪？怎么舍得让一瞬间就此坠落？路蜿蜒曲折，一切交给我，化为漫天星河，在我的夜空永不坠落。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那里啊？就是碰巧而已嘛。你胆子也太大了，还敢去见他？他手上有对你不利的照片，他要是发出去怎么办？不过你还不算太笨，还知道录音留下证据，让林小雅过去接你。要不是他半路上车突然坏了，这个计划还不错。我还是太笨了。不笨的话，当初怎么会喜欢上他呀？感情上确实不怎么聪明，你应该庆幸及时和他分手。以后不要随意付出自己的感情。你没有谈过恋爱吧？谁说没有？那你来说一说谈恋爱是什么感觉啊？恋爱就是当你靠近一个人的时候，你的大脑某些区域会变得异常活跃，肾上腺素大量的分泌，你会心跳加速，手心出汗，你的脸上怎么样？有没有脸红心跳的感觉？没有。没有？不对啊，按照理论来说，人呢只要和异性靠近，因为人在和异性有着近距离接触的时候，大脑都会分泌多巴胺，这是一种本能，和恋爱无关。还有啊，你说什么不喜欢就不失去这套理论根本就不成立。所以没有谈过恋爱呢，还是要多请教请教我。